妈，我是你最后一个囡仔，我嘛离开你啊。无你较小弟小妹，因去别人家，会当互因食了好，穿了好，因就会快乐。也毋过我已经遮大汉了，我家己已经有家己的思想，我无可能像因同款。有通好大，有通好穿，有通好食，有通好耍，就会快乐。妈，我是带着你的温情离开你的，我心内永远无法度放袂记我的妈妈。你从来拢无爱我报答啥物，你阁拢为我想，阁为着五囡仔，添甲得着全情，你也是遐尔坚强，这是为啥物咧？一路上，我拢在想这个问题，总算我想到答案了。因为你是妈妈，妈，为着你的心愿，我离开你，也毋过我的心永远在你的身躯边。妈，你的保重，怎么行秀秀？靠边！我敢要入去，我敢要细念。嫁入去娘家，我就变做娘家的养女啊！养女，养女。妈，这个问题就歹写的呢。问恁爸爸，什么问题啊？妈妈甲查某囝，妈妈甲查某囝，迄有什么歹写啊？你也毋是养女啦。养女，什么是养女哈？你含养女都唔知影？无人甲伊讲，伊哪会知影？养女哦，是30当前的风俗，善食人吼，家己的查某囝卖互别人，谁人若买去，就是谁因兜的养女啦。也是去做查某囝啊？迄无共款哦，食歹、穿歹，什么代志拢爱去做，若是做无好吼，唔是拍，吼，就是骂呢。那亲像你，饭爱妈妈底好才食，衫爱洗清气才穿，叫恁做代志吼，马上就讲什么功课也未做好，敢若家内事拢应该妈妈一个人做共款。你若是养女吼，你就足忝的啊啦，除非你减讲话加做代志，就算忝死嘛袂当有一句怨言。我即摆用个转去，我为啥要做娘家养女？我不爱，我不爱。妈甲我饲大汉，是遐尔无简单，这是伊最后一个心愿啊！可是我无去娘家，就无友好啊！牛阿公，牛阿妈，谁啊？是我，秀秀。秀秀哦，你一个人来哦。
阿公伫咧厝内困倒啦，来，紧入来，来，紧入来啊，来啊！前2天还阁讲要去接你咧，想袂到你家己来啊！迄个阿琴歪做啊啦，厝内乱七八糟，你坐者，我来去叫阿公起来吼。娘阿妈，唔免叫啊，我毋是来就要走啊，我无要转去啊。那安尼就好诶，恁妈答应啊？妈讲伫要开学啊。对，合约上重要啊！要不过也是来甲你阿公叫起来，你一日来哦，足侪代志要叫伊去走呢。你坐一下哦。你若是养女吼，你就会忝死，除非你兼讲话加做代志，就算是忝死，嘛袂当有一句妄言。秀秀，娘阿公，秀秀，哎呀，妈咪啊！啊？安怎？你哪甲秀秀当作阿琴画来画去啦？我无啊，无伊哪会一日来就咧拼出来？我哪会知哈？好啊，秀秀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莫拼出来，迄是阿嬷的代志啦。是啊，嘛是我的代志，是咱2个的代志，好不？以后啊，囡仔人甲书读好就好啊，其他的代志你唔免管啊。秀秀啊，我带你来去看你的房间。来，这个房间哦，我早就甲你整理好势啊。你看，哦，空气偌好咧，光线偌好，伫遮读书哦是足好的啦，偌尔清静咧。对，阿嬷是讲哦，伊无伫咧厝的时阵，我定定无伫咧厝的心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定定伫咧囡仔的面头前，互我歹看。哎呀，你想济啊啦！甲秀秀介绍环境啊，主要是要互伊了解，较有一个心理准备啊，对无？你若无伫个，厝内底真甲会惊人，爱互伊先知影啊。你今仔日哪会这么搞的哈？我伤欢喜啊啦！厝内代志我来安排，你吼叫换衫，等下带囡仔去见校长，互伊办入学的手续。这简单啦，校长是我的学生，这只是一句话的代志嘛。一句话嘛要去讲啊！好，我随去。秀秀啊，转学证书你敢有查来啊？有啊，放伫我的行李内底。这门的牛先生到底咧？是你哦！啊，老先生你好，赵哥哥，秀秀，恁熟悉哦？对啊，伊妈妈袂放心，打电话给我，叫我来看伊教阿妹。赵哥哥，你拜娘阿公哦？伫海边也有球场，见过2摆面。到今仔日才知影，老先生你姓牛哦。我叫牛俊山啦，这是阮家哦。我叫宋如兰。你好，我号做赵敏。听秀秀话牛阿公，我嘛在对伊话牛阿公、牛阿妈。不敢当啦。娘阿公伊是大学教授哦。啊，教授哦。我听到教授，心内就会惊吓，因为我毋是一个好学生，我时常逃课。唔免惊，我已经退休啊。秀秀，你妈问你转哪个代志？啊，马上去办。弟弟啊，你去换衫啦。哦好，你坐一下哈。我开车载恁来。哦，那呢就好诶，紧的啊。哦，秀秀，你要写批互恁妈哦，较免伊袂放心。我暗时就写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妈，我是拄着你的温情离开你的。我醒过来，永远拢无法度袂记我的妈妈。你从来拢无爱我报答什么，秋你拢霞对，我失笑。你拄则伫甲谁讲话哈？无啊。哦，听连兄讲，你咧找我哦。
爸，我想要出去一撮，囡仔得要开学啊，我想要去看因是毋是有关系。哦，你去看因，这是对的啦。也毋过你的身体敢会堪的？无要紧，我挡会掉。哎呦，你想过好强啊！我毋是好强，囡仔送互别人，也是我生的。因读书的环境是最重要的。我无亲目睭看卖，我袂放心。那安尼你去好啦。爸，我走了后，你爱照顾家己，莫甲大嫂冤家。我即马甲伊哦，无话通讲啊啦。爸，才有2万块，你留的。厝内若无通食，你着出去买一寡物件食。你互我遐侪钱要创啥啦？爸，你着收落来啦。秋霞，你准备要去偌久啊？我无按算转来啊。啥物啊？你无要转来啊？爸，我转来这段时间，就是要陪你，甲囡仔安大好势。即马，因拢有足好的归宿，我嘛应该走啊。那安尼你打算要去倒啊？为南到北，一路上去看囡仔，了后暂时才搁回去原来住的所在。万一我挡袂牢啊，死嘛会死伫阿明的身躯边。秋霞，你真正无爱爸爸的哦。爸，我永远拢是你的查某囝，我一世人拢是要侍候你，也毋过我有心无力。我无爱钱，我只爱我的查某囝。我的查某囝唔睬我有钱有啥物路用啦？摕钱买物件，食伫个嘴内嘛无滋味啊！爸，阿明无发生代志进前，我从来嘛无要求你转来陪我，我嘛无去台北甲恁交了，因为恁是一家伙啊。我甲恁住做伙，我袂管事，一直到阿明发生代志，我才写批甲你接转来。想袂到你家己阁真有想法，甲囡仔一个一个拢送人啊，送了了啊，你也免走啊。爸，这是不得已的。我若阁住落去，大嫂生气走啊，我就对不起阿爷。搁再讲，我已经无偌济日子好活，讲啥物我嘛袂晓死伫后头厝，这是犯着忌讳的代志。我唔惊犯什么忌讳，我只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。若是爸会甘离开这，带我到台北，你就来甲我斗阵住，好无？自我离开家门了后，虽然无机会侍候你，即马我已经无挂念妈。伫我还未走的这段日子内底，我希望会用加陪你，表示查某囝的一点仔好意。啥物代志啊？爸，你会讲一句公道话。秋华甲我公家用灶骹，伊煮伊的饭，伊炒伊的菜，我是毋捌甲恁食过一喙哦。今仔日我发现情形毋对啊！顶个月我才买一罐豆油，哪已经用完啊？哎呀，你顶个月买一罐豆油，食到今仔日哦。
我炒菜真少咧用豆油哦。是啊，咱这是盐田，你食的吼拢是盐啦。爸，你若是唔相信，我要将豆油罐仔摕过来互你看啊！大嫂，是我用的。你看，我是无甲冤枉哦。秋霞，你明明无用，是安那要承认呢？爸，这是我的代志，你莫插。你啊，好好好，我要一罐行李啊！人拢咧讲哦，新妇受大家的气啊，啊我咧，大家死啊，我受大官的气啊，我哪只歹命啦！哼，我看只要大官伊一天无死，我就永远无法度出头。大嫂，你唔免逐工纠缠爸爸死，伊甲你带无几工啊。啊伊是要去倒？我要先回来台北，安达好势了后，叫爸爸过来甲我斗阵住。你真是要离开啊？明仔透早就走。哎哟，秋霞，啊你出这步吼，是会甲我害甲足惨的啦。为什么？啊你行你的，是安怎要将恁爸爸嘛甲带走啦？这所有的厝边隔壁哦，佮叫想我袂当用阮恁爸爸，你叫我以后是要怎做人啦？敢会？当然嘛会。啊恁爸爸伫遮吼带规世人啊啦，啊伊雄雄无去啊，人都嘛会来问。我看安尼好啊啦。伫你走进前吼，你上好是去拜托迄寡老厝边啦，将话甲因讲个清楚啊。你讲是恁下要叫恁爸爸甲你搬去台北住的哦，毋是我家己逼走的哦。好。要创啥？我转来住1个月啊，互你4000块的厝税，敢有够1个月，搁加3工。好，你安怎算拢会用的？搁要偌济钱？好啊好啊，算去，咱拢一家人嘛。唉，4000就4000啦，3工的南山吼，搁算伊要创啥？秋霞，秋霞，你这个人吼，搁算是袂歹啦。迄罐豆油，你嘛免买来害我啦。无喏，爸爸若是无买，我liền出去要来害你。连兄弟要开学啊，我要去家买珠宝、买鞋、买袜啊。连兄，我伫遮出世，伫遮大汉，我一摆若是走，恐惊也无机会转来啊！这间古厝，连讲是阿祖起的，阿公整理的，到爸爸甲阮兄妹，就敢若知影，伊是撇风雨的厝。下一代的灵性，伊阁会当捌偌济？我的囡仔拢已经送人啊！因将来对这间古厝更加无熟悉啊！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借问一下哈，就爱拿大几楼哈？什么代志？哦，我是弯弯的表姐啦，我是来看弯弯的啦。出去啊，即马无人伫个啦。大概什么时阵会转来？唔知影。啊，多谢，我另眼再来哈。喂，你是来创啥？啊，我住8楼啊。有闲起来坐啊。 8楼。快啊！啊？迄
你个臭小囝讲大八楼，乌白讲，伊是来找弯弯的。哈？哎，可呀，以后莫互你来啦，伊是伫变神啊呢。啊？歪歪，你先去哩。好。赶快阿姐，弯弯啊，你走倒去啦。开哈，阿姨带我去买物件。哦，我嘛甲你买物件呢，地果、鉛筆啊吧，鉛筆、筆啊、寫鉛筆刀啊、鼓啊。啊，真好运呢！你看阿姨买互我的，这是地果，是保温的哦。还有鉛筆啊，5層呢，还有彩色鉛筆，真水的呢。还有这是上新的小鉛筆刀啊，还有这是做蜡做的锡纸，工作刀，还有加水，还有订书机。我讲着变因妈妈，哪会使安尼哈？我实在是想无呢。喙里讲哦，因后生配袂过，唔敢甲咱高攀。哼，其实啊，伊是无要互因两个搁再交往。哎呀，你即马讲这要创啥啦？我愈想啊，就愈唔对啊。哎呀，莫阁讲啊啦，万一互素清知影哦，伊是气死啦。咱嘛袂当瞒素清啦，啊若无啊，素清会食亏呢。哎。啊！你搁找一个机会，慢慢来甲讲嘛。拄啊好，伤大领就看起来无精神。我的精神是上好的。你算的精神上好，读书唔知影读了有好无？莫笑，以后我一定来转来查你的功课。你查啊，谁叫你查啊？你这2天莫出去佚佗啊，爱小心。我为初中到高中的作文簿拢摕来啊，每一本的后壁还阁有白纸，你先练小楷，卖当记录你歇落来生活。写毛笔了？对啊。哎呦，我上讨厌写毛笔字啊啦！讨厌嘛爱写，3空我落来就开始写。我暗时倒来检查哦。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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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已经开始穿制服啊？是阮大姐互我穿的。东东，孙阿伊去找阿星的妈妈，阿星去互拍甲足惨的啦。真是的哦，唔是，你看歹啊呀，这边遮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啦，拢是为着要偷摕孙阿母的鸡卵，做互你食的关系。孙阿母唔够家暴的，足讨厌的呢。咱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来甲创治。喂，孙太太，孙太太，你甲我出来！阿好啊，你遐大声声叫啥哈？我问你啊，你是安那走去我的养鸡场偷摕鸡卵啊？哈？我去偷摕你的鸡卵？对啊。我咧困觉的时阵哦，有人咧窗仔外口话，讲你偷摕我的鸡卵啊！你是看到鬼哦？阮家饲的鸡遐尔多，逐工鸡卵食袂完啊，讲去偷摕你的哦？迄真歹讲哦，有的人哦，厝内底真有钱哦，嘛是会去人偷摕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鸡卵一定是我偷摕哦？你若是我承认哦，安尼互我抄。好啊，要抄你就抄啊！今仔日若是抄无吼，我甲你吼，咱咧抄袂得啦啦！奇怪，是伫倒位啊？孙太太，你即马要承认你偷摕我的鸡卵无？假拍死我嘛袂承认啦！若是互我抄出来，你就真无面子哦。啥无面子啊？我问你啊，
你有饲几只鸡哈18只鸡啊，一工会落几粒卵？至少10粒啊。孙太太，我甲你请教一下哦，遮多卵是对倒来啊？奇怪，我无去偷摕你下啦。奇怪，我这卵生卡会走遐，袂见效。啥啊？你骂我袂见笑啊？你想讲你啥啊？我就是骂你啦，无你想要安怎？你去甲我告啊！老师，请问学校还未开学生？哦，还阁一礼拜才开学。哦，多谢。哎，啊，对了，老师，请问有一位过年学生，伊今年对位台北转学过来。你讲的是东东？嗯，伊入学手续办好势也未？办好啊啦，学校特别甲伊安排伫教班。希望老师以后加甲伊教导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东东，你太多啊，是安怎走遐尔风光？东东，是毋是做啥物歹代志，别人在捉你啊？那不爱讲话。妈，你做毋对代志，对无？做毋对代志，就要勇敢认错，知影无？东东，你敢愿意甲妈妈讲，你做毋对啥物代志？妈，迄个孙阿姆伊足歹的，我向伊报仇。报仇？伊害我互新爸爸拍。迄个孙阿姆是安怎害你？一定是你唔好，伊才去甲恁新爸爸斗，是毋是？你是安怎甲人报仇的？妈陪你去向孙阿姆会师的，好不？妈，等以后我家己去甲伊会师咧。好，一定哦。一定。要甲妈拍手印无？妈，你以后爱常常来看我哦。会当来，妈当然会来啊。这件以后，妈无机会来看你啊。是安怎？东东，莫问妈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讲。妈，我是大囝呢，啥物代志拢应该甲我讲啊。你也是一个囡仔，你只要知影爱惜身体，用功读书，心内想着死去的爸爸妈妈，替阮照顾弟弟妹妹，妈就感觉足安慰啊。妈，
阿姊咧？秀秀去娘阿公因兜啊。我无爱，我袂互伊走。阿姊走啊，就无人陪你啊。我等去布袋陪你，我去摕物件对你走。东东。妈，是累了，我要听你的话。妈，阿姊是安怎要走了？恁阿姊无想要走，是妈叫伊走的。东东，你以前嘛无想要离开妈，即马离开啊，毋是嘛过了足好的。我听秀秀讲，伊当初互你这个报翁啊，你根本无想要治，即马你甲伊当作是宝贝啊。我提起这个布翁啊，就会想到阿姊。东东，这是阿姊送予你的礼物，你无介意，也袂当面拒绝我啊。查甫囡仔算布翁啊，会笑死人呢。你先摕啦，袂伫卡以后你看到伊，就会想起阿姊啊。就敢若这条金破链，我想妈的时阵，就摕出来看卖咧。妈，你予我这条金破链，是毋是有啥物用途啊？你足巧的，想看卖啊？无钱的时阵，甲伊卖掉，就当食饭啊。妈予的物件，搁再剩车嘛袂当卖。安尼就是会当互阮是着妈妈。等我大汉啊，会当趁钱啊，我就还互妈妈。妈等袂着迄个时阵啊，这条金破链，等你大汉了后，结婚的时阵，送互恁太太，就讲是妈妈留予伊的。妈，我结婚的时阵，你一定要来哦。我是大囝呢。妈，我结婚，你一定要来哦。阿五啊，少奶奶嘞？伊去楼顶请少爷落来啊。范元，爸妈已经在等人呢。我不爱去。范元，较忍耐咧啦，莫互爸妈伤心好不好？是因互我伤心，因咧甲我口水啊！咱若无夫妻生活，是安那要甲人庆贺？在老大人目睭内，咱两个是翁仔某，咱两个有囡仔。家家祖孙三代无啥物遗憾，你若安尼想，就袂遐尔痛苦啊。是安那，恁一开喙就是大道理。这毋是啥物大道理，是平常人对平常人的讲话。假使你若有这种感觉，完全是你心肝内有问题所造成的。范元，你已经毋是安尼生的，你真乐观，真有奋斗的精神。你搁定定摕拍橄榄球来评论你的人生，
卡输若无拼命，是无法度得到分数的。你莫搁讲啊！你即马除了袂用拍球以外，你什么代志拢会做？你为啥要甲家己关伫这厝内咧？你看卖，外口的日头遐尔好，每一桩事物拢有伊的享用性，你为啥袂去接受日头咧？我的家提着很可爱的姐妹们有安康，兄弟姐妹很和气，父母有慈祥。虽然没有好花园，春篮秋归常常飘香。哇，冰冰足够的呢！我把唱给你听，你走啦。我已经拍到你啊，你哪无写啊？就赞了，就赞了，哈哈，就赞了。比比，去洗手，要食鸡卵糕啊！乖乖。1、2、3、4。妈，叫玲去甲冰冰抱来。好。范完，你若是讨厌我，你即马用讲出来。咱这间厝一直气氛拢足歹，敢若拢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其实我并无留恋。贵主啊，你这是咧创啥？无代无志，又搁咧发性地啊！你莫管啦。你甲桥梁的婚事，当初是我安排的。若是你无承认你阿母的关系，就是无承认我这个老母。你讲啊，只要你开嘴讲玉玲不是恁某，我马上带玉玲走。以后你袂搁再看到我。妈，王太太，你好，我想要看冰冰。啊，请。哎，你来了真拄好。今仔日是阮少爷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啊。是不是足侪人客？哦，无请人客啦，你紧入来坐。多谢。妈妈，我要食鸡卵糕。冰冰乖，等爸爸切好鸡卵糕才用去吃哦。妈妈乖，麦烤。冰冰，你有介意阿嬷无？介意。冰冰，有介意爸爸无？爸爸切鸡卵糕。冰冰啊，鸡卵糕切好才互你食好唔好？哈。董事长，王太太来啊！哦，紧请。冰冰，你快上来啊！妈妈。妈妈，
妈，我就想你啊！妈更加想你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玉玲，你去阿王太太讲，我有代志要甲伊参详。好。叶先生，有啥物话做你讲？你甲囡仔生落来了后，家己不爱饲，你敢袂感觉惭愧？会。假使讲你的囡仔大汉了后，知影这种情形，你敢唔惊因会分离？唔惊。你敢捌读过大学？无。高中咧？毕业啊。一个高中程度的查某人，对母囝的问题，有法度看甲遮尔透？这毋是教育程度的关系，是做妈妈的天性。哦。家己生落来囡仔，志庆嘛无愿意互伊离开身躯边，除非拄着无法度挽救的困难，才替囡仔做另外一种的安排。也毋过心，也是放伫个囡仔的身躯顶，迄是分袂开的。假使讲后生无原谅妈妈咧，我无怪伊。假使讲后生怨恨伊妈妈咧，我原谅伊。假使讲后生想要自杀咧，要互一个妈妈上大的打击，就是毁掉伊的后生。若是阮囝对我有遮尔大的成见甲怨恨，我会生死，互阮囝活落去。你真正安尼想？毋是我一个人安尼想，是天下间做妈妈拢会安尼想。多谢你，你今仔日来阮兜，至少救一条人命。玉玲啊，去你看卖一下，看范环甲人讲啥。当然。贵主啊，王太太是真明理的人，你做你放心，莫安尼黑白共想啦。王太太，请坐。多谢。你去问范完拢甲人讲啥？叶老先生，叶老太太，我这个来想要请教你，对彬彬有啥物计划？譬如讲，是不是要读幼稚园啊？王太太，做你放心，一切我拢会按照上界正常的教育方式来甲培养。你阁有啥物袂放心的，尽量讲出来。彬彬惊单雷讲，这点我已经注意到啊。大概若单雷讲，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，我拢会在伊的身躯边陪伊。我知影，伊的阿公阿嬷，还有妈妈，拢就听伊的。那呢？你的意思是讲，阮囝范管无听伊啊？我无安尼讲。王太太，头拄阮囝拢甲你讲啥哈？这个答案，我就应该互彬彬的爸爸来回答你。阮先生的表小弟顶届向你借15万，伊拜托我摕来害你。王太太，我讲过，钱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囡仔。替你洗身躯吼。妈妈，卖拍卡车。想拍你卡车啊？阿嫂，
彬彬爱乖，爱听阿桑的话，伊就袂甲你拍卡床啊，知无？知影。妈以后袂用过来看你啊！你这么细汉，妈讲啥你嘛唔捌。也毋过，我会较关心你的话，转去台北，甲你阿姊讲。等你大汉了后，捌代志啊，你阿姊会甲你讲。伫阿姊阿兄内底，你来这个业界上有钱，也毋过妈一直感觉有钱无一定幸福，这是一个问题家庭，就希望你千万莫受到影响。彬彬莫惊，妈伫你的身躯边。是不是小朋友欺负你啊？啊？到底什么代志？甲妈妈讲哦。我无得罪啊！伊就这人，像我暖水气。我就不爱做什么集体休假了。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